影史上最大最驕人製作，80年代超越時空科幻巨片《新蜀山劍俠》，嘉禾公司投資3000萬元，用2年時間將蜀山搬上銀幕。為咗營造連串山崩地裂、飛天遁地嘅場面，更特別邀請《星球大戰》金像特技大師羅拔貝勒親自嚟香港，領導幾十位荷里活特技專家，包括電子世界爭霸戰同埋星空奇遇嘅特技師，精心炮製空前嘅視聽效果。名導演徐克喺事業踏入新高峰嘅時候，加盟嘉禾執導本片《新蜀山劍俠》嘅演員陣容亦係空前咁墟冚。被譽為中國第一美人嘅林青霞飾演瑤池仙寶寶主，親身空中飛人，拍攝驚險鏡頭。既然係緣由天定，點解你要嚟告別啊？既然係緣由天定，點解你又出嚟見我呢？國際名演員翁倩玉喺呢部電影裏邊飾演女神李易祺，雍容華貴，投射出脫俗美感。鄭少秋飾演大俠丁隱，元彪飾演狄明琪，年輕活潑，得人中意。哎呀！哎呀！你哋衰魚啊！洪金寶飾演長眉道人，一位為咗維護正義不惜任何犧牲嘅絕世高人。佢係邊個啊？呢個叫做血影神魔，頭先嗰個係佢嘅假身，叫做血神子。我講乜你都唔明噶啦，你自己搞掂，我走先啦。特技、奇景、巨星，偉大嘅三結合。